也下俺先来看因票书写嘅得分策略，係講上愛通過中高級認證，因票書寫聽出愛拿到分數，做唔得係零分哦。下尾俺出來看有哪度愛注意嘅地方，一開始先寫出題目愛而寫嘅因票，比如亞題，阿妹親群欠，你就寫出群欠嘅因票就做得，其他嘅唔是多寫，拼音嘅題譜，俺愛先會念一隻語詞，未做得講，俺會念就較簡單，去撈佢嘅音拼出來，因為俺看到嘅事，大部分都會較難、較特別哦。俺來試看下下尾廿幾題，想愛撈一道詞彙嘅音票寫出來，俺聽作愛啲嘅客語嘅正確念法，比如講，無人好話邊，話邊，阿伯妹當上腔，上腔，做得意思，意思。俺哋寫題後，還愛記得檢查一下韻味，比如講雙唇音嘅也係講入聲韻味，啵的個，同俺哋嘅嘴型有相符合冇？接下來看呢個，像T台南茶站嘅茶站，看到唔是特歡喜。雖然大家都會念，不過還係愛細意檢查韻味。茶站嘅站係字站，一隻音嘴唇要合起來，故所韻味愛寫再來牙講身體行動習正，也題就會特別注意習一隻字習，嘴唇要合起來，故所韻味愛寫啵。再來心情當鬱卒，也兩隻字就係入聲字鬱卒，鬱之鬱卒，也兩隻字就係入聲實漸韻味，故所愛記得留韻味的寫入去。再來看話劇表演嘅話劇，課也劇，也題就愛特別注意劇，一隻字劇，一隻字最要打開來係入聲實緊韻味，故所愛記得韻味愛寫歌。按樣將做得全部寫正確，拿到分數哦。特隻字嘅聲母、韻母寫好嚟，聲調未愛當注意，尤其係口語念變調，寫音標嘅時節，還係愛注本調。現象有3種會變調嘅情形，第一種像高山，念做高山。唔過，俺愛寫高山。第二種像同歌，念做同歌。唔過，俺愛寫同歌。第三種像小兔，念做小兔。唔過，俺愛寫小兔。